全国语文竞赛已经举办2年的读者剧场比赛，伫台南的麻豆国小是其中一间摕到第1位学校。学校表示讲，囡仔平常时真迷乱伫咧练习，佮再加上课程内面有加入真侪生活化的元素，互囡仔对学报语有兴趣，也愿意开嘴讲台语。泡面、蚵仔冰，还佫有手工的鸡卵糕。囡仔兄、囡仔姊手提文本，用刷牌台语来讲园游会新时代。因是麻豆国小6年的学生，这届参加全国语文竞赛，读者剧场组摕到第9的成绩。这项比赛是2022年教育部试办的项目，参演过背稿式演说无共款，爱共班的学生斗阵合作，伫母语对话情境当中读剧本，就要回答评审的问题。有这侪字的妹妹角角拢念唔到。不过，阮嘛是坚持落去。老师会出一关题目，互阮练习，安尼会当伫阮比赛的时阵会较有自信。比赛历练，逐渐的去也当去，互家己的实力更较强，慢慢会当进步。要得奖无遮简单，囡仔下课面前练习，就连假日嘛无休困。两位指导老师无眠无日的陪伴，其中王彦博老师本身过去嘛是选手，一路比较单有15档的经验。伊第2摆带囡仔比赛就得奖，伊讲主要的关键是伫教学内底加入生活化的物件，互因会使学到真斗大的代志。真侪老师啊，真热心、真热情，嘛真面烂咧甲咱拖，所以呢，我嘛希望甲这种精神传承互遮个囡仔，嘛希望讲遮个囡仔咧会当继续为着台语的文化，为着咱台湾文化拍拼。校方指出，除了囡仔课程的学习，参加校外比赛，伊嘛鼓励家长伫厝加参囡仔用母语沟通，毋望台语未来的光景会使愈来愈好。记者李想台南采访报道。